副总，大家好。大家侪晓得个，平台电医税法有4种：实、血、代、厂。其实不是，还要根据题材的使用的。就我政治他来讲，理就是以代厂为主的。陈老师啊，哎，是啊，你是说政治他官？哎，你跟大家讲呢？好的，政治他呢是一部手通文化上片台词，既文学性又艺术性。哦哟，这部诗呢有80-90万字的了。哦，那当中唱是15000多句。不得了！哦哟哟，所以出名的啊，叫唱杀政治他，唱杀政治他，500点喉咙唱不出来。这倒的确。那不像从平台来讲了，家喻户晓，大家才欢喜。现在我们刚做2、3天子上海市每天的观众了有15000万人次的了，有关部门统计下来了，老百姓欢喜。所以这个民族传统文化了，一定要继续发扬下去。对的。所以珍珠他蛮难唱的，本来张之王也唱珍珠他的。啊是啊。哎呀，后来唱不动嘛，去改包洋冰块唱顺带子。这个根据每人的特点呀，那个些辰光我晓得个要得杨振用、杨振义比苗头哇，还要是顺带子，后说了一口水里带子打不来，还是珍珠他说的。对，这个说笑的。不过有一点，陈老师你讲得对。一部真治他了，造就了许许多多相当的之名家。对，大家在说是老一辈生前有些小金在下来，追云在顺西后，知识经还算是其中之一。对，今天大家在说是听得多了，那个今天气势磅礴，酣畅淋漓，明夸刚劲，阿妹一句定要进声音并美。假使对唱得好，500行还不来，500米的就不好听。所以实际上许多真治他当中，知识经郭冰清还是相当突出。对。我们在请欣赏石金老师为大家演唱的真治他当中的3段。好。哎呀，小子呀，想要的是。西出当欧的呀，你海马公啦，山不见风是个风水来没有咋？要得的女人办西的呀，究竟什么喜事呢？但还有一笔，比说好来那。7分喜，好比那么浪里的皮嘴般水呀。7分心口7分喜。费力的云山一大家，7分素质7分喜，还比那么多些个风筝一起拿。7分喜，好比那么穷虽在离世的上7分难得7分喜，好比那昔日风尘佛事大有中去，猜得没得
几否一几西呀？下了菜饼，还下深深一。诗人木马共来西大家云呀。得地大红绳来弯弯，咱们阴阳是真不认差。哎，落云的大公家们是否我踩着路的？他的一种药剂的归呀中西。风雨急呀，我们时儿相记内相识，眉目音容人人个他，看起语音听一听他，曲子来中我问一问个他，识破方子。真是他，各位我们乡亲的动人去相见他。你去看看他，认认他，记记他，你说说他，喂喂他，问问他。为人英雄不让他要苦问谁去相求啊？我是个真，我是假，不大有总不记他，你不问更于是不懂。为母命，今朝父的之事哟，母亲娘啊，孩儿真报来了，他非见娘亲。父亲大胆一讲，走过到张武的一幕，不，双膝跪下，谁因几乎上的凄凉的水，血婆婆过来，呀，母亲，娘了，儿啦，娘了。山水谁来风迷茫？
想看看不出，所以说眼睛当着这里，姑且不让眼里何是这么更高无度，看不出呢，莫须来代表眼睛，摸上去嘛，哎，只瞧摸到你这个面孔，肉得得，滑嘟嘟，壮得肚子，身体美好嘛，大一定心。想想儿子啊，儿子来真正听对呀。几年功夫，人不做来，心啊不一封啊！你不想想我娘年纪大这样，如果遇上虽然两个心都不松弛，还是你不听对。儿啦，是。娘在故乡，你儿在外。我还比那风中之竹，插上的山风开水呀，早回。出门西呀，我3月里家乡，千里走风山，我6月大襄阳，一共下把那路过举松亭，女儿那风凉，听得那么亮亮。一大肚上失望的节，我儿郎是把你们女大个中道性命上。我知他们母子今生总来在一起。大襄阳遇得中来继儿娘，他说你们这个1年一瓶啊不在，深空的娘亲上一想儿子的那披麻个在下来哭一声啊，儿啊，是母亲，想为娘媳妇名利大事，并不是家里带来不许聚散，我与那。
想，高爹们啊，人家总归两样，姑娘毕竟自家人，非要是我与同的那里打，随时明白你还会得转过的。嘿，罗里下的恰恰一个相反，哪知他一门良心一致此，比追究已不是他哇。天上笔，如今随他去，家在身家每天亮。可怜你那乡下营里嗲嗲楼，悠悠回首渺渺上。都上门呀，他一飞一杀，并不虑过所美女母与还用吗？你送飞有礼，我娘心下。风乃最风山，他竟是冷衣冷女冷面目，真是冰上给飞披心山。我想那么一百贫穷也长辈，想他富家富贵把孟家放，我今世送的一个山。所以讲代唱不仅仅唱，还要代。像朱世英和郭冰清两高头个代字，真是一种相传。那么朱世英的情调，郭冰清一衬托来，成为情调。里头两高头，大家在相辅相成，绿叶衬红花，相辅相成，成为很独特的一代好高尚。对，我记得有一张开篇叫《小香雅语》，我听听。现在你唱的小香雅语，大多数侪唱情调。对个，小香雅语搿只开篇了，你都听听来听。其实里向每句唱腔、每段琵琶的伴奏呀，哎呀，搿是充分体现了情调的特色。
水波。雨霏霏。
么冷水水，冷风经过细脉脉，一雨水头上，送子么平娃娃，平某十大官。薛定谔是34个女的，但是你呢性格豪放，是为了台浪向表演起来了。正所谓挥洒时时，神采飞扬。张正我啊，有一种动作是我学也学不成。哦哟，那当中有一个动作，我印象深得一塌糊涂。好的一个动作，芦苇青青当中，雨水出重山。有名气的。一唱一面走水时，特别一句一水下来，两脚蹬，既是楼里外高漂亮，一般的女同志的确是学不了。那么叫上来阿张我啊，你也晓得你个手势动作上上下来的。这倒不晓得。哎呀，你一句诗词你帮你身上深究。哦，哎，讲你身上叫个王样的，当你身上深究品质相当下来，你身上虽是爱人平台叫出名噶，你活着子今朝拿出来噻。对，吃拿这样噻。哎，哎呦，神奇的啦！今朝东北的伟大的放晴的确和从前大不相同。他们没否认，吉他应用公开神戏。你看他们还不不低个黑手台，不像那么不低的手心飞落一样。他眉目聚首，风俗气，身在两臂心上，可你举止运动一路不怕，非常别讲。做主姑仔，那没得跟我连着了眼睛，我做主姑哪里？啊，少的出去拍马屁哎，对个。哎呀，妹，为啥么？死的人的心实在活不够。想想娶这个我的还有道理。非得一个神奇长出来的家，组织但是愿意长着在干来迷惑我，让我上当。个我啥讲不得。不过你发作过哪会得来个呢？哦，阿为这么弄来噶？不要他们偷得我家财，与收得回。痴心的妄想来捉动我上，你到过么分钟想得起来，还做自家。这咋几子不可不防啊！那么加上来放清在，你组织过来，让我弄一句话，你不要我要我不来的嘞。你是门在做清，不等不及，今朝当呀，霸党，别自家让我弄是，哼，不对了，想过人家虚想。人民我国家教儿子，我人员们养来个贵重两兵
地气。哪怕是么女婿思量，岳父个班，莫怪我是小心可以的恶姑娘，我压与你烈烈轰轰那一上，哪怕兄妹生的是比太平。你倒晓得，石金老师有个唱腔叫四儿。四儿啊！哎呀，说四儿我晓得过。就是方太太了欧堂里向等儿子来想儿子，叫四儿。哦，对，后来就是方清金。对，是方清的新娘子大官子嘛。哎，这个四儿当中啊，你前头是用神调唱的，但是我去听呀，这个神调当中还有琴调的味道的。你不忘记自家的特色。对呀，琴调当中有神调，神调当中有琴调，混为一体。对个。
生那是谁人？我在梦魂中不觉得分离口。恨梦神你构架，哈梦动人心。但愿今宵30万两梦。牛做梦中神，但愿梦中儿山河我梦中听。可是你主持人师妹了，你哪叫你师妹呢？因为你是一句诗情一把先生，我一句诗意一把个先生，我是西进山门外头，所以叫你师妹。你个师妹不仅仅唱手通唱得好，现代诗幕现代开篇唱得好得不得了。对的对的。哎呀，一气吼人，非常有大气。是呀。哎，虽然是个女同志啊，哎，加上500几分气。对的。你唱啥个王家？思想上插上大红旗啊！南京路上喊法里为男儿为啊！对对，唱得栩栩如生，绝对好听。大家谁也不哎。红旗红旗，随风飘扬在瓦棚边。深深正把红旗开，高高撑在哈巴里。家方上海功劳大，南京路上哈巴里乃是一个英雄里，保卫上海正宗。南京路上哈巴里能是模范。娘为哈巴里动人，自己开心。
们既送衣裳又送钱，使得那么谁在的东巴把温暖片，真心生意重，恰内伊么家境与爱心心呀里。为夫神喜会，虽是一寸布一头皮，一点事一分钱，生命的血不肯浪费一滴滴。实际斗里进宫中，亚来何谁谁周你，立得今日家计也没空意，为呀义父拉动去做。现在是中国建设飞呀进，部队里物资供应虽然已经深重地，但是战士们作风依据是当年把两么光荣的手痛飞登。活了你好把你所谓风气给罗金楼好把你我再提笔送回个笔，再不人你相认在人后，送不人你吃口枪在
为上听多晓得，朱水亭老师为说过孟丽君。孟丽君嘛，不是这个出口书。对呀，这个是1987年的辰光。可以说上朱老师你大半辈子侪是政治他。对。但是你不管什么，自我挑战。贴上是孟丽君，因为你欢喜孟丽君。不容易啊！随着苏州头叉烧酒合作，加上还是非常有特色。对的，听说这些辰光收视率非常高了。是啊，沈老师，那么说是一时个政治他，分析过其他事，没家要弄为顺带子不来说说。哦哟，那是顺带子了。哦哟，啊！现在我们谁欣赏孟丽君？夫人啊！女官与女干，王一王，他一王，比身旁比喻女官的，都这个女官呢发起作用，只不过记录皇帝他一个种那生活起居，现在讲起来个秘史。那么女的诗人，这辰光称为是女士，女士是哈子人靠上，因为官不让男人摆脱个这样。我那个大庭爱女官呢，大于的。这辰光一个负责体，你做女王这个辰光，就风来批女官，大小丫鬟们随里随当那个女官，而且做得清查的认得来，口水时机不让都可以，等到你一时，这个自动呢随时非是他，而且你还觉得人家磨了呀。是他们北部国家是一个字在四部。必须呀，起名是。走过需要口上听，非着你们谁与谁话，也难做个官，因为靠上总不靠女儿。大不了，本人啊还做官，这个苏东坡有着安首诗啊，家身家身子方聪明，我辈聪明我一生，但愿我儿斗女笨，
父在父内大风清。本人家养子儿子，希望么聪明的，将来么读书读上去，能够么得功名。我受得聪明的在，对我的喜煞很少，所以希望我的儿子呢本地，我现在把俺过的两地了，把他机会能够让青年做到公益家家，也为口之，不要说别人。虽是我们作为当今皇上啊，他也不是个聪明之神啊，请客细细，不要进那地方给你刚刚不要进给。你想，他天生才艺，艺业忠良，下至必分落地有养。我为玉萍，明明用意我人，他为使你不决，不许我开翻。是这样玉水挂钩之人，做不到具有之争，他不做不到在他的美吗？啊，皇帝这个本皇帝们做个不并不有啥大不了。我越走不都为此，我们三位三世并不顾，为他们孤儿太下下位。目的为了啥？要当王夫我们并非有约，为天下我们扬眉吐气，我不并不有啥大不了。我为要走上去，我要七番八计走大户。我不信用。来当你呀，几困大比来也你说，刚我不要做官，当你夫妻做我妻，手中这代不可能的呀！你们反问。是见面杀头骨，我要走一走，走进来第一女亲能。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，明朝再请大家收看经典两云节。再见。